無論處境點樣，都有宇宙陪住你。歡迎翻到嚟，一齊揾翻內心嘅平靜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人都關心嘅主題。喺一切都係注定嘅框架之下，努力仲有冇用呢？喺楊定一博士嘅讀書會上面，有位朋友問咗楊博士一個問題。佢話：博士，如果一切都係注定嘅，但我而家中晝要食啲乜嘢，係咪其實一早已經決定好晒㗎啦？係食沙律定係牛肉麵？其實我根本冇得揀，係咪啊？呢個問題唔止呢位朋友好奇，相信好多人心目中都曾經有過同樣嘅疑問。博士冇直接答呢位朋友嘅問題，而係先笑住問佢：你話呢？你自己先解釋下。所以我哋可以先試下自己睇下呢個問題。首先，呢度講嘅注定到底係乜嘢意思？等我哋先由哲學入邊嘅宿命論開始講起。2000幾年前，亞里士多德曾經設計過一個思考實驗，就係好出名嘅海戰論證。佢提出嘅問題係：聽日會唔會發生一場海戰？乍聽之下，答案好似好簡單，一係會發生，一係就唔會發生，冇第三種可能。呢個唔係二揀一咩？但係問題嚟啦，如果而家就已經可以確定聽日呢件事唔係會發生，就係唔會發生，但係咪代表結果一早就注定咗？無論你今日做咩選擇，無論你點樣努力，該發生嘅始終會發生，唔該發生嘅亦都唔會發生。呢個就係哲學入邊常講嘅宿命論。宿命論認為，我哋嘅人生劇本一早已經寫好晒，邊個會出現喺你生命入邊？你人生中嘅成功同失敗，你會唔會病？幾時會死？甚至你聽日食唔食嗰碗牛肉麵，都係命入邊安排好嘅。你可以做嘅只係照住個劇本演落去。但係其實亞里士多德設計呢個問題，並唔係為咗說服大家相信宿命論。佢自己亦都唔接受呢個講法。佢話呢個論證嘅問題在於，我哋將仲未發生嘅事講到好似已經發生咗啖，但係我哋唔可以簡單粗暴地將聽日會唔會發生海戰當成已知嘅事實，因為佢仲喺未來，佢仲未發生，係可以被改變。未來唔係一個已經決定好嘅結果，而係一種仲形成緊嘅可能性。如果要將呢段推理講得更完整，其實背後牽涉到兩個龐大嘅哲學領域：無態邏輯同多值邏輯。但呢部分比較複雜，我哋喺呢度就唔展開講啦。如果你對呢啲哲學推理有興趣，建議你去睇大問題呢個頻道關於宿命論嘅影片。夏老師喺入邊將呢個論證過程講解得好透徹，亦都好得意。重點係亞里士多德並唔認為一切都係命中注定。佢提醒我哋唔好被語言嘅表象誤導，只要未來仲未到，佢就唔係一個可以被判定為對定錯嘅既定事實，因為佢仲流動緊、變化緊，仲可以俾你參與、俾你影響。呢個先係佢要傳達嘅核心。然而，即便未來事件本身係開放嘅，我哋作為做選擇嘅人，又真係自由嘅咩？哲學家叔本華提出咗另外一個更深層嘅問題。佢講過一句好繞口嘅名言：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, 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。人可以做佢想做嘅，但唔可以想要佢所想要嘅。呢句話好多人第一次聽都會皺晒眉頭。到底講緊咩啊？其實佢想表達嘅係，人可以根據自己嘅意願做出選擇，但無法控制自己想要啲咩。人下意識會抵觸呢種講法，唔係話我哋都有自由意志咩？點會連想要啲咩都唔係我哋決定？但諗深一層，好似又好有道理。例如，你點解會揀某個職業？係因為你自由擔揀咗佢，定係因為你由細到大嘅家庭環境、老師嘅期待、你比較擅長嘅科目，都喺度一點一滴擔將你推向呢條路？又例如，你中意一個人，係因為你自由擔決定要中意佢，定係因為對方咁啱生喺你嘅審美點上邊，講嘢做事方式亦都令你覺得好舒服？
而所有呢啲反應係咪嚟自你一早形成咗嘅習性？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在做選擇，其實係我哋過去嘅經歷、情緒同埋習氣幫我哋選。就好似一個城市，佢背後嘅程式碼一早就寫好咗，而我哋只係撳咗某個掣，成個系統就開始自動執行。你覺得你係自由嘅，但其實嗰種自由係被設計過嘅一種傾向。所以如果你話我今日要食牛肉麵而唔係沙律，呢個想要係由邊度嚟嘅？係你咁啱口渴，咁啱睇到廣告，定係咁啱今日心情唔好？因此呢啲所謂嘅自由選擇背後，其實一早就佈滿咗潛意識嘅腳印。好多靈性教導亦都由唔同面向指出同樣嘅現象。薩古魯同聽眾有一段好有意思嘅對話，佢話命運呢個概念好多時係我哋無意識地創造出嚟嘅。佢問聽眾覺得自己每日有幾多時間係喺無意識中度過？聽眾答25%，佢笑住話：你呢個估算都幾樂觀喎。然後佢話俾聽眾聽，我哋每日只有唔到1%嘅時間係清醒嘅，其他99%嘅行為、選擇、反應其實都係過去嘅慣性喺度主導。我哋每日有幾多行為係真正有意識嘅呢？例如朝早醒返係伸咗腳落床先定右腳，係刷牙先定飲水先，同屋企人對話時某啲習慣性嘅語氣同反應，好多時都係唔使諗，直接就帶出嚟，因為佢哋已經變成你體內寫好咗嘅自動程式。所以當你講出呢個係命運嘅時候，你其實並冇意識到呢個係你長期累積，而且自己都冇覺察到嘅選擇推動出嚟嘅結果。你唔清楚呢件事，係因為你活喺無意識入邊，你從不曾真正淡揀過任何嘢。當某件事發生嗰陣時，你會話呢個係宿命，但真相係呢個係你無意識淡創造。如果你從不覺察，但你就會活喺宿命論嘅框架之下。但唔係因為命運限制咗你，而係你從未真正參與過自己嘅生活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又會翻去嗰個熟悉嘅問題：如果一切都係注定嘅，但我仲努力做咩啊？如果我考唔到試係注定，揾唔到工係注定，甚至感情唔順、股票被套牢、腳趾撞到凳腳都係注定嘅，但我仲做咩要去做計劃或者努力？而楊博士明確指出，呢個其實係一種誤解，而且係一個好危險嘅誤解。佢話，就算你知道一切都係注定嘅，但你仲係要 pretend， 要假裝你係有得揀嗰個，然後將每一件事做到最好。呢句話一開始聽落去好奇怪，假裝自己有得揀，呢個唔等於呃自己咩？而且有啲認真嘅朋友可能仲會問：假裝做到最好，對我嘅現實有咩好處先？其實真係有好處嘅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以為自己冇得揀，只係任由命運安排嗰陣，你嘅身體係鬆散嘅，行動上亦都好容易陷入拖延。你進入咗一種無力、麻木、被現實推住行嘅頻率。而當你做出決定話好，就算係注定嘅，我都要試下睇下。你開始認真面對當下，認真完成手上嘅每件事，專注淡回應每個眼前嚟到嘅情景，於是你嘅頻率就會自然而然淡改變，你吸引翻嚟嘅現實亦都唔同咗。你亦都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理解，靈魂為自己設計咗呢個人生劇本，唔係為咗等你可以無風無浪淡通關，而係為咗等你可以喺特定嘅場景入邊學識某啲嘢。如果你只係漫不經心淡行過去，冇真正穿越嗰啲考驗，淡下一段旅程入邊，你可能仲會再遇到同樣嘅課題，直到你真正理解並跨越過去為止。所以喺呢場人生大戲入邊，你唔需要取悅邊個，亦都唔使刻意追求咩表現，而係可以喺某啲令你不舒服嘅情景入邊問下自己：我點解會經歷咁樣嘅事？呢度有咩係我需要學習嘅嘢咩？我有冇完成靈魂真正想我學嗰件事？所以
楊博士先強調，如果你以為一切注定就乜都唔做，嗰個唔係醒覺，嗰個只係懶惰。而真正嘅醒覺係知道一切都注定咗，但仍然全心投入每一刻。就好似打機，你去玩薩爾達嗰陣，或者一早就知總有一日你會打敗魔王，救翻公主，但係冇人會覺得反正我一定會過關，所以我乜都唔做會比較好玩。因為真正好玩嘅從來唔係嗰個一早寫好咗嘅結局，而係你喺呢個世界入邊一點一滴啖去探索。你要決定去邊處先，接咩每日任務，要唔要爬上嗰座山，入去嗰個窿，或者乜都唔做，就喺草原上騎馬睇風景。遊戲點樣進行係你話事。人生其實都係淡或者整體走向一早有安排，但過程點樣行係你可以參與可以創造嘅部分。你可以揀漫不經心淡過咗呢局，你亦都可以揀玩得投入，行一條你真心中意嘅路，唔係為咗結果，而係因為你願意為呢段旅程負起創造嘅責任。我哋下一集再傾多啲關於身心靈嘅事情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就請按讚同分享呢一條正念嘅視頻，希望可以喺水瓶座年代裏面，讓更多人能量得到提升，更多人走向覺醒嘅道路。